哇，不一会儿我们后面怎么站那么多人？对，非常阵容庞大。哇，阵容非常庞大。我们教会最中间的团契就在这里。没错，他们非常用心的在为这个教会付出，好不好？妇女团契，没错。那他们每个礼拜的聚会时间是？是每个礼拜二的9点半一直到11点。那我们旁边也有这种直笛，他们在11点一直到12点呢，也有直笛的练习。直笛在这边，哇，我们牧师也在当中哦。如果家里有这种年纪，欢迎来参加。对，我们的妈妈们都可以欢迎，美丽的妈妈都可以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所带来的圣诞铃声乐器大合奏，掌声欢迎。
哇，我觉得在看他们表演的时候，他们真的不太像妈妈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真的。那个扭得多卖力就有多卖力就。没错，就像少女一样。哦，好可爱哦！然后刚刚前面那一排多么美丽的妈妈。对，每一个人的节奏，然后整个协起来。对，老师在好像六节这样子。哇，真的是不简单。无论是我们从我们少年之家很多乐器，同一个乐器，像萨克斯风，一直到我们扯铃，然后朗诵，哇，真的都非常非常厉害。好不好？我们再给这些妈妈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哇，这是非常完美的节目。他们大家知道今天他们所带几种乐器？几种？有没有人可以猜得出来？猜出来。猜得出来没有奖金。可是我们等下可以帮你抽奖，所以可以抽到你大奖。他们今天有带来5种乐器，5种乐器。他们有木琴，有铁琴，对，还有响板、直笛，应该不止5种。还有一个嘞？哦，是那种三角铁嘛，对。还有一个是木鱼，这样应该6种。哦，蛮多的哦，非常的精彩。在练习的时候很辛苦，你看常常都要这样搬来搬去。对，没错。